每一日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是8月初5，彼得前书5章7安尼讲：恁着将一切的挂虑交托上帝，因为伊关心着你。感谢主，伊是关心咱、顾念咱的主，所以咱着将一切忧闷挂虑来交托予伊。三个来祈祷，赐阮喜乐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是阮重大的交托者，是互阮脱离忧愁的上帝。所以你爱阮无得为明仔日挂虑，因为明仔日有明仔日伊家己所爱挂虑的，一日艰苦，伫一日高雅。主啊，阮真侪时阵对所拄着的困难是完全无能为力，总是阮只有哀怨甲烦恼。袂记你着将这一切困难来交托你。阮想要用家己的聪明甲努力来改变阮的境况，总是到落尾拢是无利益。主啊，求你互阮知影将这一切完全来交托你，互阮无搁倚靠家己，乃是交托你来为阮成就一切事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求主帮助咱，互咱将一切所挂虑、烦恼、忧愁的代志交托伫伊，因为伊关心咱，要为咱成就一切事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